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8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7篇，撒母耳记下18章19到33节，彼得后书第3章14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自取灭亡。如果有一天我们听到有一位这个专门走高空钢索的表演者，他决定在一个台风天的天气来表演走钢索，然后并且他又宣告说，这一天呢，他要在台风的气候里面蒙着眼睛来做表演，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不是我们会说这个人是铤而走险，或是说我们看到万一有发生什么意外不幸的时候，新闻会说他是自取灭亡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在攻击基督教的信仰，特别是我们说的未信者，或是所谓的反这个犹太主义的人呢，总是爱举出埃及的10个灾难来论断旧约的上帝。他们说旧约的上帝是一位残忍而且是偏心的。但是如果我们细细的详读圣经，我们会发现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埃及法老王以及埃及人民机会。摩西一再的告诉埃及法老王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但是埃及法老王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心里刚硬，然后一意孤行，因为他真的不认识摩西所介绍的这位希伯来人的上帝，当然他也不将上帝放在眼里了。前面的9个灾难呢，我们只看到摩西以及法老王或是法老的术士一来一回，他们所展现的是他们各自敬拜各自相信的上帝或是神明之间彼此的角力。但是第10个灾难，我们就非常明白的看到上帝给了埃及法老王最后的通牒，并且示范了给这个法老王看，只有依靠耶和华上帝的人才能得到保守，因此也就有了逾越节。因为呢，以色列人相信那一位他们已经忘记，他们已经不认识的上帝，并且他们愿意顺服上帝的仆人摩西所交代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将羊血的膏抹在这个门框上面，那关起门来呢，跟家里的人或是朋友一同享用羔羊的肉，并且一同剥饼来得到这个救恩。然而埃及的法老王以及所有的埃及人民，他们仍然以为自己的神明大过于耶和华上帝，他们拒绝相信，他们拒绝改变，他们决定要自己面对瘟疫的攻击。在美国，我们看到很多人不相信当时候的中共武汉肺炎的这个病毒是非常危险诡异的病毒，不相信这是人为的。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相信了中共的谎言， WHO 的错误讯息，以及美国联邦 CDC 首席Fauci所给的口罩无用或是说只是所谓的类感冒只要染疫了之后呢，有了抗体就没有事了还有人甚至说美国
每年感冒也至少有将近9万人死亡啊，等等的这些错误的信息，变成他们的护身讯息，乃至于美国至今仍为全世界染疫最严重的国家，而且还是因疫死亡的人数最多的国家。今年的6月16号，加州一开始宣布解封，就有许多的群聚，大部分的人就选择不佩戴口罩，甚至疫情再度产生或是说扩散之后，在7月17号，加州政府就再度宣布室内的口罩令。但是呢，洛杉矶县的县警局长却公开的宣布，口罩没有科学根据，我们将不执行这个口罩令。我们再度的看到当时候埃及法老跟人民的那种心态在现代出现，只不过是那些拒绝做好自我防护的人，他们今天的偶像跟出埃及的记载的那些埃及人不同罢了。他们选择了自己去面对死亡的挑战，因此天天确诊的人数就增加，确诊死亡的人数也都在增加当中。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的儿子押沙龙，他也是这样。最近的几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明知道上帝并没有膏立他来代替大卫的做以色列的君王，可是他却以这种黑暗的计划手法来与他的父亲大卫王抗衡，最后当然自取了死亡。在彼得后书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他说：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既然你们等候着那日子，就应当在上帝的面前竭力努力的追求圣洁，过无可指责的生活，跟他和好，要以我们的主的容忍作为你们得救的机会。正如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用上帝所赐的智慧写信给你们，劝勉你们一样，他在所有的书信里都谈到这事。他信中有些难懂的地方，被那些无知和反复无常的人随意曲解，他们曲解其他的经文一样，结果是自取灭亡。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将先知道这些事情，就该防备，免得被那些坏人用荒谬的言论把你们引入歧途，使你们离开稳固的立场。你们要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以及对他的认识继续长进。愿荣耀归于他，从现在一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应当追求圣洁，要听上帝的话语，要跟上帝重新的和好，并且过着圣洁无可指责的生活，来领受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赐下来的救恩。如同出埃及的过程一样，上帝以容忍的态度方式，一再的等着世人回转向他，并且领受他所赏赐的救恩。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有许多的人选择曲解圣经，远离上帝，自以为是的误入了歧途，如同美国或是一些反对防疫作为的人们一样，最后都自取的灭亡。就基督徒的信仰来说，我们基督徒不只在追求
信仰，在信仰上面相信、受洗，我们更要将这样的信仰生活展现在目前的防疫工作上面，领受上帝的救恩跟保守，这样我们不但能够得救，也更能够在许多事上见证荣耀上帝的名。